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6，箴言17章1節安尼講：宴舍滿厝，也有3枝，毋達到一塊仔餅乾，閣有安靜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甘願無來好牧，也過宴舍滿厝來3枝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賜平安的主，也是疼的源頭。你用無窮盡的慈愛，眷顧你的兒女，用豐盛的恩典，供應阮每日的需要。主啊，你所賜的，毋但是物質的豐富，閣較是內心的平安。家庭的和睦，兄弟姊妹彼此相疼的恩典，我要因為你美善的賞賜來獻上感謝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明白，真正的富足。毋是在佇滿道宴舍的豐盛，乃是在佇家庭中有你的疼甲平安。主啊，因為若是無你的同在，閣較濟的財富，也袂通帶來真正的喜樂。若是有你的同在，就是生活是簡單樸素，願也通心中充滿有滿足甲感恩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